見到啲水變到咁嘅顏色就知道。微編執屋嘅時候揾到堆好耐冇帶嘅銀器，係時候要清潔下佢，但要點先洗得乾淨呢？今次上網揾到以下坊間3個方法，一齊同大家試下。第一個方法就係用人屋企一定會有嘅牙膏，網上話只要直接將牙膏擠喺手再擦佢哋就可以還原翻銀器本身嘅顏色，最後結果由黃冚冚變到好似新嘅一樣。呢個要用到錫紙嘅方法個個都話掂，等我試下先。將錫紙、鹽、牙膏再加埋暖水，放埋銀器入去，等15分鐘。15分鐘後，噔噔，見到啲水變到咁嘅顏色就知道。沖乾淨之後係明顯見到有煥然一新嘅感覺。最後一個方法就係用 Muji 嘅抹銀布啦。呢款長期缺貨嘅抹銀布竟然俾美編喺美麗華分店揾到。銀布採用研磨作用嘅棉布質地，可以清潔到首飾同手錶等貴金屬產品。擦嘅時候塊布越擦越黑都係正常嘅。抹完見到明顯嘅光澤感，連輕微嘅花痕、漬、氧化都整得走，真係好實用啊！唯一嘅唔好就係會整到成手黑色。綜合以上3個方法，美編就覺得錫紙方法就抹得最乾淨啦。記得要根據翻銀器嘅狀況同材質，揀選最適合嘅清潔方法啊！